干嘛呢？凯哥，这是什么？我战术是他没味儿，是美元制啊，非常6+7呀。我让你怎么战士的吗？我这点小子做不好，看我的哦瘸着点。哦，你别笑。做一个专业的演员吗？喂，哎呦，这样不就有味了吗？这个主意，扔下来。有人。